俗语讲，抬头生意有人做，了后钱的生意无人做。总统蔡英文回顾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了，中国宣布讲要针对台湾对着这个中国贸易的限制措施，要展开调查。牵涉的农产品、纺织品等等有2455项的商品，调查应该伫10月12进前会结束。特殊情形下，会使延长到2024年1月12，嘛有可能超过咱台湾的总统大选的日期。嘛有外界真关心，敢是中国要对台湾展开经济制裁？学者是认为讲，这个 ECFA 单方面这个让利，中国可能无想要搁让步啊。10粒的雷蒙啦，咱屏东就占7粒啦。雷蒙酸救救，台湾农民的心肝内敢会更加酸？因为中国宣布为4月12号开始，就台湾地区对中国出口进行贸易的标率调查，涉嫌制约2455项产品，包括上大宗的农产品、化工产品、纺织的商品等等。而且调查毋是一两天的代志，超伫咧10月12进前结束，规当只能到2024年1月12，就这样大好。赞。伫咧蔡总统出访打断了后，贸易标率调查的时间，佮可能拄到总统大选，嘛有外界注意到，敢会对台湾展开反制，影响到选举。因为两边都对等的嘛，你那边要是说是很有善意的话，这边大陆有善意嘛，都两边都是对等的啊。台湾进的东西来大陆比大陆东西进去台湾的多。以前逆差，你看我们台湾赚多少钱啊？不能讲经济制裁，大陆规定什么就会对付台湾，不是，人家他是全球都要一致一样。农渔业产品跟制造业都说你一直找我麻烦，事实上不是找麻烦了。有学者认为，当初 ECFA 台湾禁止中国进口800多项的农产品，违反 WTO 的规范，和中国才有理由出手。因为台湾2020年对中国有超过1000亿美金的贸易顺差，碰到贸易标率这关，台湾免怎顺利过关？不设前提之下，那这个中方要跟我们来磋商，我们也愿意来跟他做磋商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讲，两岸经贸，中国政府若愿意跟咱参详，阮嘛真愿意跟因沟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